身體健康，自家後來見拜主，感謝主哦。自家忙碌到智慧，自家來禱告，主耶穌感謝你，我都非常感謝你，又不我都啥身體健康，我都今日又來到你面前，我都會讚美你，會敬拜你，會尊重你名主，感謝你。你今日智慧，我都交託就半夜受上主，感謝你主，你帶領我都啥。奉耶穌名，我都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，哈利路亞。自家相信主耶穌安好，阿門。自家相信主耶穌安息，自家請概念，哈利路亞。自家請家來唱呢首歌，自家歡歡喜喜來唱，哈利路亞。請家來講，上帝安息愛，上帝安息義。上帝安息全世界人，愛就一條心，這愛就親心，上
主耶穌安息你安息愛安息是個含重哈利路亞，你見下是個準備是個心，是個真正來敬拜上帝，是個真正來把是個心你見下，本是個主耶穌，為了是個無卡嘅單殺，是個相信主耶穌你見下要個是個做下你哋，主耶穌愛看是個信心係係。主耶穌愛是個真正來拜佢、敬拜佢、讚美頌讚，是個請個來唱呢條歌，來感恩、來感謝主耶穌。是個請個來唱哈利路亞。我要赞美。
係愛到撒該阿拜，你係愛到撒該幫家屬，愛到感謝你，感謝你，愛到愛讚美你家屬，你係愛到撒該阿爸天父家屬，愛到撒該心滿意足，愛到撒聖法。家屬，家屬，家屬，感謝你主家屬，感謝你主家屬，愛到愛感謝，非常感謝你主，感恩不你主家屬。我都是用咗年一命了，你這時間我都是準備，我都是心，我都是接受呢個飯衣，我都是相信主啊！呢飯衣能夠祝福我都是，呢飯衣能夠帶領我都是神發主，感謝你主，聖靈跟我都是同齊，準備我都是心，奉耶穌的名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Shalom各位弟兄姊妹，而家已經嚟敬拜讚美上帝了啊！今日自己來聽上帝嘅話語，望是自己來禱告下子啊！主耶穌，我都感謝你，俾我哋有機會要學敬拜讚美你嘅名。今日我哋有坐熱下來禱告，叫主開路俾我哋能夠明白你嘅話語，聖靈教乜，使到我哋所聽嘅，本講我哋明白，但能夠行出來，做主嘅旨意。主啊，聽我哋嘅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求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感謝主，主帶領看顧自家都堅下。每一個人佢有一個結束，在呢個世界裏，有一個開始，有一個結束。自家看呢個提摩太後書第4章7節，提摩太後書第4章7節講自家聽，保羅使徒佢對呢個佢寫信俾呢個提摩太呢個屬靈嘅聖人啊，佢都講我已經結束呢個好嘅比賽。我已經到最尾嘅線了，我裝好我嘅信心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保羅對自己講，即係呢個聖經自己明白，佢嘅身份一下開始就係。佢開始接受主耶穌做嘅救主，而你每一個人開始行呢條比賽嘅路，都係自己開始接受主耶穌啊！開始都比賽啦，比方講係比賽
hang luai ya mereka做一下 lalu 一下開始行到最尾嘅條線，要到走嘅，要到自己講嘅汽車嘅，啊到水摩托 fit 水摩托嘅，要嘅開始。但係自己喺出世界裏各人嘅開始未分別，有啲人佢出世佢都在基督徒嘅家庭出世，出世之後，嘅牧家人已經為伊禱告，教徒佢關於呢個真理，佢已經感受到上帝嘅帶領，上帝嘅祝福，該佢寫下，其實開始走呢條路了，走到其實各人要嘅結束嘅條線。唔一樣，要到佢後生下，佢就信耶穌。嘅意思講佢後生，佢就開始行呢個比賽嘅路。要到人到佢信人啊，嘛啦要到佢攞下，佢就信耶穌。每隻基督徒啊，每隻人啊，佢一下信耶穌開始啊，佢都已經在呢一個開始嘅條線，開始比賽呢條路了，掉家下出每隻人唔一樣，要到安家佢都行到超，要到後橋佢行到超，要到前路啊嘅路嘅線就本而行到超。問題都係咩？你行而多站啊呢條路，你比賽而多橋啊，嘅問題都係你個愛招募啊，睇呢一個比賽啊，自家何來比賽？呢個保羅即係呢個聖經講自家聽，保羅已經聽呢個比賽啊，參加呢個比賽，佢何來參加？佢何來聽呢一個比賽？而你佢咩論賽啊？佢咩愛技術吉，做埋都愛技術吉。所以聖經要講自家聽啊，所以呢個哥林多前書9章26節佢講。愛睡覺咩冇呢個路線走啊？咩冇嘅個目的，佢就要嘅個目的，佢就要嘅個方向。而啲保羅咩講通啊？一下走路黐線佢都去走，你走該走你走就唔係。佢嘅方向，佢就嘅方向，佢何來走？如果佢講愛比賽係打搏聲啊，愛咩人才打？愛就愛打到我背，咩講你吹該吹你吹唔係？佢要嘅目標，佢啲佢也會打。那個所以。保羅講自己聽，你愛參加呢個比賽，你愛何來參加？你愛何來聽？何來行到超呢條路？呢個比賽好嘅比賽，佢嘅意思都係意味到自己喺出世界裏要上帝嘅安排。所以上帝嘅安排，上帝嘅計劃，本意嘅本意都係好嘅計劃，呢都好嘅比賽。自家比賽好，自家聽呢好嘅比賽。遇到人家聽比賽，佢唔中意，佢亂賽來冇做呢個
忠心，冇做呢個亞杜蘭，佢亂隨天，係按用起呢，你未做主嘅旨意，自家要好好地聽呢個必須，但聽到手。保羅講自家聽，呢個聖經講自家聽，提摩太後書4章8節，只要嘅講，這個冠冕啊，真理嘅冠冕啊，上帝已經準備到本記了。上帝已經準備好本記了，嘅意思講，這個路行手嘅時候，佢哋就得到呢真理嘅冠冕。意思講，佢唔會行呢條路，佢唔會必須到空空嘅，冇得到咪。嗱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自家喺出世界裏，有時候自家會遭遇到呢一個痛苦，會遭遇到呢一個逼迫嗬，要遭遇到人家對自家唔好，唔公平對自家。但係感謝主，聖經講自家聽，自家嘅主都係真嘅主，都係公平嘅主。所以佢能夠本個自家要好嘅，要公平嘅獎本自家，呢都係自家嘅主。嗱，今下自家愛用本獻，能夠向成功行呢條路。但呢條路自家行到都係走主嘅旨意。自家看呢個路加福音第10章27節，路加福音第10章27節，聖經講自家聽，你愛呢個主一條心。條一個能力，一個思想，全副自家嘅生命啊，自家嘅交出來愛主，加愛你主嘅時候，自家打得自家就嘅愛人啊，愛別人噶，好像自家愛自家樣。這啲自家聽呢條必須嘅路啊。這個aturan啊，都係自家愛主嘅心，愛主嘅心，加愛別人家，好像愛自家單身樣，係自家愛主嘅心來行呢條路，行到手，自家打得唔會帶來幫助。叫唔會帶來幫助，博壓唔會帶來幫助，鬧自家一切所做嘅，係咪？自家唔會犯罪，你到一切罪惡，上帝鬧嘅，上帝唔舒格嘅，上帝唔歡喜嘅，自家不用去記了。自家唔會拿來帶行呢條路了。第二，自家愛主都愛到多大，自家唔好簽嗰條東西來拜了，自家唔好限相信嗰條迷信嘅東西了，自家要一條心來好好來拜上帝，單單來拜上帝。有啲第一，自家係愛主啊，自家達得唔會做犯罪嘅東西，會帶來幫助救，因為到自家嘅生活吹盡。第二，自家如果唔好拜嘅啲東西了。自家單單拜自家好嘅、對嘅、真嘅、公平嘅、法嘅上帝，自家主耶穌基督。
其三，自家在世界里，自家愛照主嘅計劃來行。雖然各人有佢嘅計劃，但係自家愛照主嘅計劃，主嘅旨意，使到自家行呢條路，自家行到對，行到手，因為到自家照主嘅計劃行時，聖靈會甲自家同在，聖靈會幫助自家，使到你到各種嘅難處時候，自家有安樣嘅聰明智慧，有安樣嘅能力，能夠面對一切嘅事情，使到呢一切嘅事情能夠處理得好。第四，記得行呢條路唔會空嘅，佢要嘅好嘅榮耀嘅冠冕，要真理嘅冠冕，但係本自家好好嚟行，到時間嘅時候，自家能夠得到呢好嘅冠冕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行嚟到久了呢條路，你比賽嚟到久了，冇人家啲其實你一個最尾嘅線會到了，冇人家啲其實佢會走出呢條路，要到腳要到慢，其實本自家走出呢條路，記得你一個愛主嘅心啊，唔好改變，你一個想法唔好再隨惡，你所做嘅照主嘅計劃嚟行，你行超時候要真理嘅冠冕，但係本過你。我希望有一日自家係在天堂見面時，自家能夠看到每個弟兄姊妹戴上呢個真理嘅冠冕，因為到自家行嘅路，自家行得好，自家行得出。上帝祝福自家嚟禱告。主啊，我哋人嘅路途要到安全而超了，要到行真。但係主啊，我哋人有機會行呢條路嘅時候，我哋人愛好好嚟行，照主嘅旨意嚟行。我哋人愛好好嚟照主嘅計劃行出呢條路。使到我哋人唔會突然，我哋所行嘅行得好，行得超，但上帝本過我哋真理嘅冠冕，榮耀嘅冠冕本過我哋，因為到我哋在世界裏唔會突然，但係照主嘅意思，我哋行到超呢條路。主叫人祝福，大量看顧保護，我哋有能力，就會同我哋人需要你。感謝主，同我哋禱告，奉耶穌嘅名求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